有美國 FDA 認證 PicoSure 755nm 波長蜂巢皮秒激光。PicoSure 755使用755波長嘅皮秒激光，比起傳統1064nm 嘅激光波長，佢對黑色素嘅吸收率更加強，而且唔會被含氧血素所吸收，可以做到冇傷口同結痂，亦都唔會容易俾水分子吸收，減少產生熱力嘅傷害。755波長嘅激光可以將黑色素分解為細沙狀，對色斑嘅治療更有效。做一次755nm蜂巢皮秒激光就等於多次傳統嘅激光 treatment， 大幅減少療程中嘅不適，同埋加快復原嘅時間。佢註冊嘅蜂巢聚焦透鏡技術更加可以將激光重新分配，將70% 嘅激光能量聚焦，喺唔需要提高能量下就可以令到能量被放大而深入皮膚，震碎表皮層嘅黑色素，同時將震動波傳到真皮層，而少咗熱力聚積喺皮膚入面，就可以減少反蝦嘅機會。加上蜂巢透鏡所帶來嘅 LIOB 空泡效應，可以喺冇開放性傷口嘅情況下，直接刺激到真皮層，幫助產生膠原蛋白。一方面震碎黑色素，另一方面又可以促進膠原蛋白同彈性纖維增生。除咗改善黑色素外，同時改善細紋、毛孔粗大、粒疤等問題，達到整體膚質年輕化嘅效果。空泡效應 LIOB 係指強力嘅激光能量喺真皮層震盪出好多細小嘅空泡，呢啲小空泡可以將真皮層嘅組織或者本身糾纏拉扯一齊嘅疤痕組織鬆開，亦即係光剝離效應。PicoSure 係第一個美國 FDA 核准3大適應症狀，可以去除色素、粒疤、皺紋，同時美白、修細毛孔、均勻膚色。對雀斑、曬斑、老人斑、胎記、乾斑等都有效果。有興趣嘅觀眾立刻使用上面嘅優惠碼，用我哋優惠嘅價錢購買療程啦！鏈接放咗喺留言區。鍾意嘅觀眾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